家好，非常喜欢今日欢喜来呢个节目。哇，今日啦，大家咧讲嘛，个咧客家电视台今年咧推出热谱嘅文学剧个，马上到4月初二阿不然10点开始是为来播出咧。你今日当欢喜做的绕墙道系地图嘅冉冉男主角老几个，做嘅不娘嘅冉冉荣小丽都到节目地图啦，大家咧分享。不过小介记得出来之前咧，你先来看一短片。Ich liebe dich, mich reizt deine schöne Gestalt. Und bist du nicht willig, so braut ich Gewalt. Mein Vater, jetzt fasst mich an. Der König hat mir ein Leid getan. Empfade Grausetz, reitet geschwind, hält in Armen das ächzende Kind. Reicht den Hof mit Mühe und Not. In seinen Armen das Kind war tot. 哇！看你俩对面家家都分享你點解？裏邊應該是杜麗水係地圖組男主角嘅莫子儀分享。大家好，我係莫子儀。歡迎子儀。聽你咧分享嘅係到地圖組嘅本用嘅林雪榮嘅榮小麗分享。大家好，我係楊秀來。分享哇！今天邀請到子儀跟小麗來到這邊哈，其實他們說他們的壓力有點大，因為可能愛講客家話，唔講還是都係捱個壓力客家台，所以我的壓力比較大。不過剛才我們看到1分鐘的台北歌手這部戲的，我們算是一開始先登場的宣傳片，一開始就先看到你在裡面，你是一個歌手，男高音的樣子。在裡面好像很有才華的樣子，要不要我們分享一下你在這裡面的角色？好，我哋一出戲地位做嘅就係李克玉，其實係台灣的日本時代青松有一位文學家，不過佢唔單止係文學家，佢係一位東好嘅音樂家，就他自己是個男高音，然後又從小就學鋼琴。所以他的音樂造詣也非常的好，對，所以在那後來就是有人就稱他為台灣第一才子李克用。我知道金牌誰呢？因為我滿幾個時間，我係用法語嘛，結果莫子儀一下就以流利的客家話，我第一地圖我係馬上我就知道金牌誰嘛。然後小麗聽了也覺得哇，係咪有按我嘅感覺？好害怕。不會啦。不過就像子儀講嘅，其實講的就是呂赫若嘅故事。對，為什麼他因為這個角色很困難，為什麼？因為他可以說是在裡面身份很多元，對，所以你要飾演一個才子在裡面，對，你要做好多的事情，對不對？不過小麗演的是他的補娘。我第一出戲裡面係林謝榮，就係李克用的補娘。是一個變國語了，是一個很堅毅，然後很傳統的客家女子。對，是一個很堅毅的傳統客家女子。對，但是雪蓉她又不是心中這麼的傳統，因為她其實心中很多的情緒都是壓在裡面的。所以我覺得蠻過癮的，因為可能人家講說柔柔順順的，但其實雪蓉是蠻有自己的個性。對，而且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角色裡面，我覺得對演員來說不容易的事情是，你要把那樣的情緒放在裡面，那是一種很內斂的情緒，你不是好像就可以把它演出來，一下就爆發出來那種情緒跟感覺，就是很內傷。其實我覺得在《台北歌手》這部戲裡面，每一個角色都很內傷，都很內傷。對，不過小麗會演這個角色，其實因為一開始的時候，呂赫若樓導就覺得哇，子儀很適合，對，這就是非子儀莫屬。但是在找雪蓉的時候，其實你是第一次跟樓導碰面，也是第一次跟樓導合作。对，也是第一次拍客台的戏。想愛做客家電視的戲長久的，不過因為唔曉講客家話，故所又就會強。亞擺食材體上愛留，亞嘅導演還有小莫合作，故所好嘅兩張嘅客家話。
密集的训练，做对公投案后，大家掌声鼓励一下。欣赏有耐心的石头啊！唔会讲到清后，因为欣赏就会讲小林，你讲的清后，有冇？真挺讲的清后，因为上次后客家话唔单枪黑，你学它怎么讲，有时候是那个气味。对，所以我觉得子怡跟小林的气味都掌握的清后，你看俺们共同按容易吗？因为也是真挺黑，你可以按简单的事情。不过我听说就是你第一次跟导演见面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决定角色是什么。对，因为其实那时候是因为一直想拍客台的戏嘛，然后后来就里面有一个我们 casting 姐姐就介绍我给导演，然后导演一开始见我的时候就抽个烟斗，翘个脚，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看起来非泛泛之辈，有点可怕。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聊，他说你要演哪个角色？然后我就说。我有2个选择，他说，就是林雪荣跟孤眼碧霞。是，然后他说，可是你完全不会讲客家话。我说对。他说，但是林雪荣全部是客语哦。我说那我学。怎么有种威胁的感觉？因为我你看不懂。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先看了就是几集的本之后，才去跟导演聊的。那我个人我觉得雪荣的身体里面有某些特质，其实跟我很像。那个东西是一般人其实看不到的，因为很多人觉得我就是很外向，然后哈哈嘿嘿哈哈嘿嘿这样。但是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很坚持不服输的一些东西，蛮能忍的，有点硬。我希望能够借由这个角色把它释放出来，然后也尝试一些不同的表演方法。对，那后来就决定是。雪荣，而且重点来啦，就是你看雪荣是吕赫若的太太啊，那我这么想要跟子怡演戏的人，我怎么可能不选雪荣呢？听从黑暗容易，不过最后你决定雪荣的时候，就是那一天结束的时候，导演跟你说什么？好了，你可以走了。我就跟他说，那我学客语，我要林雪荣，然后他就说好，你可以滚了。但是他其实讲完之后，我走出来之后，我超害怕的，因为他说他的说可以滚的就是你知道滚出我的世界，还是滚出的？导演他其实有很多怪癖，就是他觉得很敢讲吼。对他觉得一个演员好，他喜欢这个演员，他就会跟他说你可以滚，或者说你这笨蛋啊。对，他就是以一种你这个笨蛋，你笨死了，我不要跟你说话。但他其实就是很爱你。所以笨蛋是爱你的意思嘛？对，所以楼导来说，对，我们在戏里面有被喊到笨蛋的演员，就是被他认可。对，我访问过楼导一次，对，我访问过楼导一次，然后聊得真的很深入，然后他好开心，我就觉得说还不错，还就第2次在外面碰到他，我说楼导，我是依礼，然后他说嗨笨蛋是这样，不是，也太没有礼貌了吧？不是，他说你谁？我就说你好，就是后来我那时候就告诉我自己，我以后在任何地方黑公来看到楼导来，绝对不会同意打招呼。整体后来这一次再碰到楼导，是因为台北歌手的剧本，那我们就进入那个会议室，我心里就这样。等一下进去的时候，我要装作我第一次认识他。黑某几位跟我，黑慢你，谁？所以讲笨蛋也还好。对，可是小莫子怡这边不是第一次跟楼导合作，已经4次了，对不对？对，所以你再看到楼导跟小姨见到楼导那种感觉不一样。对，其实这一次主要会演这出戏也是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楼导，因为他就跟他合作很多次，然后他很信任我，对，然后再加上就是我觉得可能做这样子文学的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很叛逆，然后而且很爱玩，所以可以看到戏里面有很多很有别于一般我们对文学戏的想象，对，所以会看到很多很新鲜、很有趣，然后甚至是他会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挑战我们要讲的议题。对，所以其实子怡在里面的角色是非常丰富的，对，因为它不是一个很单一的，像我们常常讲，比如说是偶像剧，或者是它是很单一，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时代背景，对，然后那个角色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心情转换，光在里面你的语言就要讲到4种，对啊，黑蒙你会讲客家话，葫芦话，会讲日本话，还会讲唔係清標準嘅法語，這個對你來說也是挑戰，對不對？對，
其实最困难的反而是我在里面唱的这些歌，因为唱的对都是德文跟意大利文，所以反而是因为这两种语言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是对，所以反而是这两个语言对我来讲是最大的挑战。在刚才那一段影片里面看到你唱歌非常的投入，那个嘴型，就是你几乎是好像从小就练德语嘛，是不是？那是你去练的。对那种嘴型，对，但是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好像有一次你是先练了意大利文的版本，对，练得很厉害，猛抽，结果我真正我对个世界有没有？德文，为什么？就是因为导演拿错了吗？对，导演这就是楼导，我告诉你，对，这就是导演新后 COA， 对，因为他给了我一个是意大利文的版本，对，然后但是他给了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声乐指导，他是德文的版本。对，那我总不可能去要求声乐指导配合我，所以当然就是我去配合声乐指导，所以又重新再背了一次德文版。对，我觉得子怡是胸有成竹，因为是非常认真的演员，所以他在家里练了很久，想说我今天要来了，来嘞。意大利文来做的，结果去欣赏过，哎，还德文嘞。我觉得那种感觉，你应该是要看着楼导演。也不要这样，对，会刺，就很尴尬。对哦，乡亲朋友哈，今日东方伊就咧绕墙头之一绕小丽咧，到节目地图，让大家咧分享很多神奇嘅事情，还有多嘅故事，让大家咧分享聊下，等下就上来。东方伊做咧绕墙头之一啦，小丽类的节目地图哈，刚好有可能玩精彩改发面哦。其实共识拆发，你们两个其实是第一次合作，但是你们第一次见面就是要拍很激动的戏，大吵。对啊。因为你发现他竟然背着你。对，然后所以就是很激烈的戏。不过因为小黎刚才有说，其实一直都亲兄妹老子怡一起拍戏嘛，对。然后一开始没有合作过，还是会有一点点生疏的感觉嘛，对不对？好，而且子怡就很像才子一样坐在那边，对不对？好，对，因为其实因为之前就是有听说他很有才华，然后呢个性比较静一点，那因为其实我也很慢熟，就看不出来哦。对，所以我那时候在一开始第一天读本的时候啊，其实是有一点紧张的。然后后来就是他有一个动作让我觉得，这个人其实很可爱，他就是很生活化的一个人哎。就是因为那天我妈妈切了一些水果到现场，然后我们在读本，然后就大家可能都很客气啊或者什么，就是水果开在那边就没有人就先动。然后我在跟导演聊的就看到有一个人默默的就拿了叉子，就开始插了一颗水梨。开始吃，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可爱，对，是个生活化的人，很生活化。子怡觉得呢，大家都不动，就你一个人默默吃水果，觉得很可爱，对，就想吃嘛。因为就是觉得那个是他妈妈的爱心，就是要去贴心的人，其实是很贴心跟很温暖的人，对。不过更重要的事情是，其实因为在你那一场戏之后，其实你就发现他在外面竟然背着你。做越矩的事情，好，先推你还想讲啦，对。不过对你来讲，其实你会不会觉得这对你自己现实生活的角色是冲突的？做唔对哦，做唔对，下跪，对，因为其实我
我一开始在演雪蓉的时候的前1个礼拜吧，我一直在调很多东西。因为以一个现代的女生来讲，就是可能先生在外面的一些情事，她尽管容忍，但她心中一定是有很多的怨气。但是后来导演一直跟我沟通，他说他觉得雪蓉她是无奈大于不开心，大于恨，所以我必须要去很释然的接受这件事情。是，但那一场戏，第一天就是拍说我知道这件事之后，然后我要忍着这个情绪，然后刚好就是小孩子又是刚刚过世没多久，所以我一个人最后的那场戏的 ending 是我冲回去厨房里面自己掉眼泪哭。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想要把就是雪蓉那一个很不满的情绪出来，但是导演跟我说不对，雪蓉不是这样子。对，其实那场戏是我调很多，然后我觉得就是小莫帮我非常多。是对，因为我一直很害怕，就是碰到一个很厉害的演员，然后他会跟你讲说我想要什么，然后我希望你配合我。那因为我很容易屈服，所以奴性坚强，对，所以我很开心是他都会跟我沟通说，如果我这样子的话，你觉得你过得去吗？或是我这样的话，你会不会不舒服？所以其实就是一直在这样子互相的沟通里面，我觉得就让我把这个角色越来越自在跟自然。对，对，而且我在看戏的时候，我看到一点点片段，你真的很辛苦素颜。然后头发乱的，你说我吗？对，对，然后岳雪蓉要这么样的内敛跟坚韧就算，然后一出现的时候，又唔黑胸肌呀，还用讲有冇？哎，头拿毛又中的，还用整齐又乱的，对，要紧啊，冇想到黑毛，对，然后那个素颜的时候，导演还说。上什么粉底？我太漂亮。不是，我现在素颜我没有想到皮肤太好了。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就是在镜头前还会一直顾很多外在东西的人，所以就是要我素颜或者头发很乱干嘛，我都还觉得没差。对，不过那就是导演要的样子，也是雪蓉在里面的样子。不过这是雪蓉嘛？不过子怡在里面，其实在这部戏里面的角色其实是分饰很多个角色。对，为什么呢？因为亚翠一除他供黑吕赫若他自己的生平之外，他也加了很多吕赫若的作品在里面，有很多部他的小说，所以你在里面有很多角色的进出跟转换，从对因为亚翠一唔单像係講李漢玉嘅自家的故事，每改編懂多給夏秀嫂，像是牛茶、波凤儀的故事，青丘。还有蓝衣少女，就很多篇他改编的小说，那所以我们几个主要的演员都会跳进去做给某个的角色，所以我在里面也是演了大概4、5个不一样的角色。你有看到哈？因为弟弟第一度演给吕赫若的时候，亲演到，超才华又冲高的弹琴，不过弟呀又演那个在里面，对，其中有整个完全，对啊，最大差别应该是有一篇是牛车，然后我在里面演的就是一位四女才，对，所以就是整个装扮是比较凌乱的，整个样子看起来也是比较，对，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的感觉，是完全冇同。不过很特别的事情係，亞翠戲有一個挺有意思的地方，就係劇中劇。对，古時候佢同一般嘅戲劇冇共用嘅，就係第一度咧。它其实有舞台剧的呈现，对，所以那种感觉很过瘾，因为你周一武功你要周舞台剧的感觉。那有看过一个片段就会子怡在里面跟温吉星大哥，他在里面他们捡到了一个炸弹。哇，我看那场戏的时候真的好幽默观众朋友你听出一款，对，我们现在不能破梗，高叠低度。你客家话讲得清好，而且马眼嘅發青島有冇？馬眼發群主係貴人先生。國選老師，而搞嘅希望馬眼嘅發，搞嘅同學啦，你搞嘅同學，係用希未知道溫吉星他嘅也係講到清，係啊，清好，青絲眼，古時候你用啥就堆戲嘛，你講還沒講，清邊啊樣嘢，對啊，就等於是兩個人在，因為我們劇場演出就是常常會有即興，兩個人互相在較勁的感覺，超，對，那因為我跟吉星哥是
认识很久，从小就认识很久的朋友。然后从小，从小。我这个时间，你这个时间，而且我你同温吉星太高，从小就认识你这个时间。对，所以我们之前就合作过很多次，所以那一次我们一起用这个舞台剧的形式来演出，对我们来讲都是很过瘾的事情。真的，因为该团体会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听从一口哦，两个人在一个舞台剧里面，轻等一下嘅角色，用上一个对戏，轻精彩，还有叫的。甜不辣葱嘛，哈，给叫什么用？中午的同你讲哦，你会看到周的。不过这个是在里面角色有很多的进出，小黎也是有一个雪蓉以外的角色。对，因为本来没有，但是导演觉得这样愧对我，没有啦，就是很谢谢他，就是有一个角色是一个私娼寮的妓女。所以完全跟雪蓉不一样。对啊，某 Q 庸啊，他讲的话都很直白，然后也是国轩老师，喜上到今后啊，搞个今后啊，他都是讲很多很深入的话。然后那一场是我跟佩嘉，所以我觉得在拍完2颗镜头之后，导演就说啊。老线勇真给某 Q 庸哎，所以他是又直接跟间接看到小黎另外一个面相。对，可能另外一个比较活泼外向，然后有点会调戏人家，某部分比较像我自己的个性，就是对，不过蛮好玩。其实应该是雪蓉有很多很棒的这个比较内敛、很内在，其实跟小黎的个性有一些凶啊，不过你跟外显让人家感觉就是很甜美。很活泼，轻等一下可以干嘛搞黑暗油腻，对，而且可是，在这一整个戏下来，其实我知道子怡的应该是说参与很深，对不对？因为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戏，比如说给剧本给讨论的时间，后面呀有青岛给讨论同透演，其实像这一次导演他把我放在编剧的部分，但是其实这出戏其实。主要都是他写的，那只是因为一开始第一懂这回时间就跟他参与讨论，然后所以我就会从我们主要几个角色的角度去切入，然后去给他一些意见，然后甚至有一些场次我也有给他一些想法，所以后来就参与了帮他改写了几场戏，那我其实觉得那只是一个帮忙。但是导演他就是觉得你有做事情就要把你放到编剧。没有，我觉得你客气了。在讨论剧本的时候，青头给时间有没有？楼导同楼导讨论安有个跳本的时间，楼导都会说，我要回去给子怡看过。真紧真紧，还有讲，还真紧哎哦，对，因为你就知道给青葱是你的意见，因为给他知道一个演员，他不是只是拿到本。把本读完，除了对那个角色的演绎之外，把台词给念出来。他的意思是你这样的一个演员，其实你对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诠释，跟他讲出来的那个台词，你会更希望能够有自己的想法跟意见在里面。不说这样，为什么你会讲拿一本子一看过好，一样是拿个烟斗之类的。乡亲朋友，还有嘛个记得到破戏嘅时间嘛个精彩嘅故事，就嚟到大家咧分享吼，聊下陣嚟講。大家都分享，哈家庭是推独新的处理阿布拉，白日到白是10点钟，你推出一铺盖文学剧推北高手，今日绕墙都系莫自己绕，荣小丽的节目地图，让大家都分享哦。不过我们讲到里面好多角色的进出，对不对？其实，在拍戏的时候，一定都有很有趣的事情，从清神奇的事情，比如讲。因为小丽其实很小就开始演戏，所以你能够理解小朋友。不过你亚爸会做阿妹，所以不过你有很多个声音很多声音哎，所以这中间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黑猫。因为小朋友的那个年龄层啊，因为这个时序拉得比较长，所以有时一开始的时候小朋友是真的很小的。那我记得就是可以沟通的话，我就会跟他们用玩游戏的方式。像有一场戏是在戏里的女儿，她必须要在那场戏里面不间断的咳嗽。
那小朋友有的时候，我自己当小朋友的时候，我会有一段时间会觉得，哼，你要我做这个，我就是不要，对，就是会有一种反抗的心态。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说那我们来玩游戏好了，我拍拍你的头，你就咳2声。那如果呢，我拍拍你的头，你都有咳到的话呢，我们等一下就拿饼干跟糖果给你。所以我都是要准备很多的零食在身边，这样喂小朋友、喂大朋友这样。我觉得我刚刚谢谢你，真的这好重要，真的。没有啊，他们算都蛮乖的，但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是因为可能才1岁多，真的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我抱在手上的时候他就一直哭。然后我们整个剧组都非常的有耐心，就是导演啊，然后所有人都不会对小朋友就是不耐烦。可是因为一直等也不是办法，所以后来有一场戏，我是抱着一个假的婴儿，然后帮他戴了一个假发，然后我要对着那一只戴着假发的娃娃落泪唱儿歌给他听，这样是好挑战哦。我就觉得哇，在这出戏里面，就是遇到各种不同的小孩，然后就是还要揣摩那种就是失去孩子之后的痛苦，是对。那现实中的孩子其实又活蹦乱跳，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情绪戏是很需要自己去 hold 住那个东西，不然很容易会被外在因素影响就跑掉。真的，我觉得演员演戏的时候，除了我觉得天分很重要，从3年的周英啊，之后天分真的很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演员与生俱来，有时候的一个先天的条件。天意就会你给神发给样。黑某就会你的很多东西的累积，我觉得，随着这一场雪蓉的角色的扮演，我想对小姨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或是收获。你爱阿妹迄客家人，运动女仆的客家人，所以我很多地方其实是在揣摩我妈妈，对，因为很传统的一个客家女子，然后很多的个性其实跟她都很像，所以有点取经。那可能血液里也留了一点客家那种，对，所以可以理解这个样子。对，所以其实回到子怡这边，子怡也是一样，这么多戏里面，因为你的角色太多元了，进出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的角色？黑某就会哪一场戏你觉得除了刚才跟温启兴大哥不断的对骂的那场戏之外，其實應該係甜點，就係牛茶之杯里面的一個角色。吃到很有趣，是因為我自己把它加了一些詮釋，所以我讓這個角色就是基本上它以共發的時節，會這樣，就是會有一點結巴。所以我一開始提出這個想法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我瘋了。就是那這樣子，譬如說我現在跟你講話，上愛老講根本。你在為難自己，對不對？他提出這個建議就是在為難自己。對，可能跟我對戲的人都會受不了。然後，但是最後還是執行了這個詮釋。然後後來導演就跟我說，這出戲本來是14集，現在因為你演這個角色變17集。貼叫老道，你總得安營，你總得安營。不過其實安營你聽下來，你就會吃豆羹。其實演員在每一部戲裡面，你就會發現子怡是一個自我要求好嚴厲，然後自我要求很追求完美。對，你看他從台詞的參與、劇本的參與討論，然後對於這個角色的想象跟詮釋，韓溝有冇？還要結巴按鈕，有冇共爆按鈕？其實這都是演員自己替自己定下的一個標準或是一個期待，然後一步一步的去向前去達到。然後我覺得小黎也是，因為小黎很年輕，雖然從小就開始演戲，不過要演一個那樣子內斂的一個客家的父母家，其實要讓人家看個世界看到佢做按鈕的角色，你要入戲，你要能夠跟着雪蓉，那是最難的，因為你要理解那樣子的一個女生，其實那種感覺好像你很想哭，可是你不能哭出來，你要到那個浴室裡面哭，但是又怕別人知道，所以你要把水龍頭打開的那種情緒。這種情緒是一個你越不是外顯的表現，可是那種張力又要很大的時候，一樣對演員來說都是一個新的一個挑戰。我嘅感覺會按容易啦，可是我特別注意，我在看片段嘅時間，我就特別注意這樣的這麼多元角色的呂赫若或是莫子儀在裡面的狀態，特別去看一下小黎
一个年轻的女子演这么多孩子的妈妈，不过还会有暗涌给情绪，是真的很不容易哈。不过所以导演会希望讲客家天是授予给观众朋友，还是授予给乡亲朋友真嘅，会支持暗涌给文学剧，因为拍文学剧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好，对。不过除了这样的话，我知道小黎其实也出唱片了，是。对不对？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我除了是台语的，也可以讲吗？没关系，你下次可以说客家话给转型啊，冲嘛。就是在拍台北歌手的时候，然后那一阵子就发了一张创作的台语专辑，然后也是有一点颠覆的东西在里面，因为用很新潮的方式来包装台语歌。那我觉得其实自己内心中有一点点，也是有点叛逆的小因子在里面，就想要做一些跟大家不一样的事情，或者是希望可以借由我做的某件事情来影响到可能就是其他年轻的朋友可以来学台语，或者是我演的这个戏，我就可以跟很多年轻的朋友讲说，其实是可以学客家话的，不难，就是对，它是一个你可以跟很多长辈们沟通一个很重要的桥梁，那个亲密感会不一样。对，就你去买菜的时间，你用客家话买菜，可是你不用买菜嘛，哈。对啊，因为我觉得有一种自己觉得小小的使命感，就是我可以做一点点的事情，然后给大家一点新的改变跟启发，那就是我觉得很值得的一件事。对，太棒了！不过就期待讲小黎哈尼拜都得出客语专辑，你可以开始写客语歌的创作，真的吗？真的吗？不过小黎，你看要他走戏嘛，冲狗有主持，希望讲这每一方面虽然角色的转换不同，不过都能够在里面找到你自己的一个小天地是这样。不过子怡接下来会继续，就不停继续拍戏，继续拍戏，就是接下来要到日本去拍另外一部电影，然后戏里面是演一个藏传佛教的僧侣，也就是角色落差真的很大对其实他身体有非常多的墨子，也是大家平常看到大概就1-2个，是黑暗幽灵哈，对，泰卡看到墨子黑暗幽灵，可是他内心的那一面，我们好像永远都抓不准，神秘又美丽啊。哇，真小黎，你真的赶快来写客语歌，你真的很有创作的，你真的很有创作的能力耶。不过从这边我们来，你们知道什么时候播出哈？我们来请2位来帮我们做一个最后的宣传一下好，客家话呀嘿，台北故事嘿4年以后开始。好，最后一个。拜一到拜四，安补头10點，准时收看台北故事，这样可以哈。乡亲朋友有吸收到几道两太太宣传吗？简单来讲是咱乡亲朋友来讲今年嘅文化腔都新嘅处理，拜1到拜4不拉10點是為隆重來播出。今日早上都係男主角到女主角呢度節目地圖到大家分享，聽出來看哦。感謝子怡，感謝小黎。首播的時候我們要在家一起看哦，聽出來看哦。好，聽你好來做埋做人同流。